歐冠決賽咧，今年我又有廣播 show 啦，舊年又係呢度啦，番禺嘅敏捷廣場休庭餐吧，嚟帶你去睇下。乜你哋咁早啊？喂！嗱，我拋咗兩杯啦，醉醉地，一陣間講醉波。呢個廣播講唔講得粗口啊？啊！喂，大家飲杯，今晚玩得開心啲，好嘛？你知唔知 Daka 幫我印卡好巴閉啊？喂，巴唔巴閉先？俾啲掌聲啊！如果開心啦，我哋諗世俱杯都可以搞下，可以係嘛？世俱杯勢越嚟越好啦。你有呢有路，你幾多花神搞啊？6月中到7月中，好嘛？喂，一陣間咧就出邊我哋有個 backdrop 好靚啊，打晒燈啦。咁要大家俾面，想影張靚相咧，稍移玉步，我哋出邊影好嘛？咁啊，我而家就喐定2步喺出邊等大家，好嘛？好，希望今晚大家玩得開心，飲杯飲杯。國際人隊嗰個球員，咪住 VAR 照計就冇完，馬賽嘅球迷全法國嘅衫俾馬賽買晒，因為馬賽唯一一隊咯攞過歐冠嘅法國球隊，咁如果聖日耳門都攞到啦，佢哋又唔係唯一啦。聖日耳門5-0大勝國際米蘭。馬昆奴斯個下物嗱，經歷得最耐嘅就係馬昆奴斯啦。啱啱送完客啦，唔係大家都玩得幾開心。雖然場波咧就唔係咁激烈啦，跟住我自己咧就好開心啦。見到 Daka 同埋卡圖啦，佢哋叫主腦人物啦，全部都後生仔，好似聖日耳門咁啊。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個行業咧應該會越搞越好。我自己好期待啊！10月去澳門啦，我知道啦，我會負責訪問呢一啲球星嘅。咁另外啦，歐洲球季亦都完結啦。咁啊，未來咧我哋仲有世俱杯啦，我哋 Migu 會廣播啦。咁啊，當然仲有歐國聯嚟緊，亦都會啦。咁此外啦，7月份我應該會落香港啦，7、8日啦會留喺嗰度啦，喺我自己嘅家鄉啦，送俾大家香港足球節。所以呢個暑假咧，仲有大波波睇，到時約定你啦。